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好心互雷伊针。普通时啊，两个人相针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迄代表迄两位是相意爱的。毋过互雷公针，迄就无共款啦。迄等于是你去互雷公卡着，无死嘛剩半条命尔。即句俗谚就是咧讲，甲人斗相共，煞换来无情的结果，互雷公卡。这就亲像你看到长咧走路的家庭，听到因的故事，感觉因足可怜，就甲因斗帮餐，邀请因入来恁兜觅一阵仔，搁互因食，互因住，因煞颠倒开始惊你会甲因的秘密讲出去。就甲你的喙齿挂掉，互你无法度讲话，搁杀死你经做律师甲医生的查某囝囝婿，偷摕你贵重的物件去卖，然后搁继续走路，你就真正是好心互雷伊针。以上感谢收听。